秦岭，你还记不记得金坛号的方老板最喜欢什么？就是这李翰林的亲笔诗句。这回他帮我们金丝路接了不少大单，马上就是他的大寿了，要不我们把这个送给他？好。不是，想想，好好想想，哎，这不是新丝路的李公子吗？久仰久仰。李公子大驾光临我们千灯会，我们千灯会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好像真是他。这盏青莲灯是今年灯会的灯王，青流知道是我所需，所以特地去取。有谁愿意上来和李公子比试一番啊？等着，我替你把那灯给摘回来。哎，我觉得吧，我洗澡啊，正差这么一盏亮灯，能给我带氛围。不过不用麻烦赵王殿下了，我自个儿去取。这不是龙帮主吗？难道你们俩又要杠起来？李庄主，请。你来掺和什么？不就是几句爱情的酸诗吗？我也会。你等着啊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上马威。一心待情郎，相拥不相忘。就是这什么诗？就这还上台说呀？真有人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这个好。好。去，就每句比我多2个字嘛。李公子胜一局。这两情绸缎长，场门等情郎。这个女子张嘴闭嘴都是说情郎呀。你管我狼啊狗啊！我对上没？我就问你，我对上没？真是粗行。两情自古是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好啊！李公子再胜一局。三更秋寒，寝帐暖。情郎为我再上妆。又是情郎。再听这种下流诗句啊，耳朵都要糟了。我们就是。这种艳词俗曲啊，是唱给青楼瓦窑中喝花酒的男人听的。该你了。别比了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何必漏短？你说就是才情，我说的就是漏短，看不起我。好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呀？这明显是故意的嘛！哎，李公子，这可不是情诗啊！这局算我输了。另外，我也不比了。这青莲灯，还是给龙帮主吧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赢，所以你赢了。我想，我看是你想赢吧？你不是要给杜小姐抢这个什么青灯吗？人家还在台下眼巴巴的等着呢，怎么现在又不要了？你是可怜我被人群嘲，还是根本不屑和我这个脑无点墨、目不识顶的人比试？你误会了。哼，什么狗屁七喜，什么狗屁诗词，我看啊，就是嘴里放鞭炮。哎，闪开，闪开！龙姑娘。